今日做客萬人來了，今日來除了嘅呢係，俺點樣嚟形容吼？俺哋嗰種認識嗰久，唔過俺哋呢有誒，因為相互認識韓國久吼，伊係俺嘅同鄉，韓國嗰度人會本伊哋幾好嘅標籤都係才吼，因為伊作家吼有編劇、導演、演員。紅紅如做啊，幾好係齊麗文、歡迎麗文。嗨，你好，聽下你好，我係義勇嘅同鄉林浪人。係，因為我哋不是會講，結果我哋爸爸媽媽熟識喺韓國做。係啊，係。今年嗰些時節就熟識嘅。係，我哋係來到台北嘅，你都一行嘅，當地係，能認識。係啊，喺都馬清泉。其實我係唔點錄卡睇嗱，係我爸爸媽媽啲，結果我唔知哦，係唔請去對方錄卡，除了個我哋先睇啊，除了嘅安尼，啲台北大半我哋睇到最久嘅時間，都係講同戲啊嗬有關嘅事情，有幾多事情係唔請講到，嗰時候今日都有請李文來，我哋用嘅一條小物來認識。冇問題，係來每一條我係唔知嘅故事，嗬，我哋請我哋嚟處理，先幫我哋提項，可能是李文帶來嘅，對有重要意義。聲音，真嘅係小物呢，係啊，一個係像珊瑚礁，啊，那個珊瑚礁，係喺我哋綠島拍片嘅時節。頭流馬溝15號，我有一個我替一個表演指頭黃彩儀，他在跟我流馬溝同一出戲有演出，然後那時候我呢一兩張嘢都帶啲導紅，冇乜事情嘅時節都會去海順，行啊，然後佢都請到也係珊瑚礁，佢都做本藝也係東西，本藝拍片嘅時節做啲表演嘅道具嘅衣服。因為流馬溝15號個戲過錯，就很沉重，背負着很多人的命運，所以他希望這個東西可以平安，行過也看理想。才藝咩係替的表演指頭，啊，嗰個加嘅研究，因為唔替拜做戲係2000空白嘅，係冇排最少。係，冇錯。哇，安尼咩搞個叫嗰種其實算去走路可是走戲嘅。你是安尼，差唔多。這時間嘛，佢都唔知。我知道劇組安排咧表演指導請好，因為你咩真嘅係志同用嘅演出，你係一種憑理解現在到底發生什麼事。還有一種，是講愛猜，安尼感覺，安定嘅用嘅感覺。係，安咩係安尼感覺，嗰種一個心理支持，安尼。對，他不會跟你說什麼對不對，或者是什麼再多一點，什麼再少一點，這種。係，完全唔會呢。對，他是因為就是跟你從前面排戲啊、排練、屯導演討論，還有屯叫他審發，然後結果。就是他在現場就會成為一種精神支持的力量，這樣。咁唔係科班的呀？沒。喺做戲吹戲以前也冇去上乜嘅表演課也得，唔會18種誤打誤撞你都也行嘅咯。就係請編劇一條路啊，本來係請編劇一條路。係啊，阿盧導演就講，戲唔會差，會吃寬那麼。因為人哋條一個導演，都係林志儒導演，有一場，他就很喜歡冇睇講素人呢，對，不怕素人，會太淡呢。所以真的，我就是覺得有革命啊，有冇嘅唔革命。嗰種人踏入這一行都是這樣呢，人們係安尼想呢，都係唔搞唔清楚做乜呀，拖延會咁勇敢呢。係啊。都講呢，係人們係安尼想。我覺得他只是感受到一種質地吧，就是我們好像除了本來做的事之外，還對一些人的觀察，或者是我覺得是他相信我們心裡的某種質地。你覺不覺得？係。韓國伊有同我講，伊係愛嗰當然會愛本某個演員變做角色，伊講伊唔係，伊係愛角色變演員。嗰時候伊會針對一個演員的質地，過去調整，伊嘅角色會上到某個樣嘅。係啊，咁你第一擺做戲嘅感覺係乜嘅？我
那时候真的是，而且你第一次就是演连续剧呢。嘿呀，嘿呀，而且就是在外地生活3、4个月，嘿，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夏令营，就跟一群陌生的人，然后而且我，我不看影片哦，我都提给，我偏爱骂爸妈讲啊去做配类些，就暂时休学，然后今年边爱去高山破案救的片，和一群陌生人住在一起，然后妈冇会讲，因为可能听说会反推耶，哦，那时候我们还要飞飞行伞，就是，嘿啊，跟危险呢，唔敢讲安尼，唔敢讲，因为他们就是公务员，所以从细头态度会，我应该能去考公务员啊，有铁饭碗啊，所以他们听到这么大的改变，听众会反推，送来录模推，我看你讲，然后录戏耶，啊，给时间舞蹈的剧组还有太港影录黑给，所以就是大家就共一起在过生活，有戏冇戏的时间，太港影录落乡下对，冲果味啊，嘛个，对啊，咁有几摆做戏过后，对日行啊，我感觉讲，我下年摆落去做日嘅事情，有这种奠定安尼想法吗？给时间吃了心后稿，我说，哎，想要再做一摆，但还再做一摆，都发现完全没安尼，就其他剧组跟舞蹈。黑凤派出所的剧组完全不一样，因为他可能就是在台北拍摄，大家拍完就回家，或者是就事论事的按部就班完成很多事情，对，就跟夏令营的 feel 完全不一样。但是因为第一次参加那种夏令营，所以在夏令营结束的时候都会很舍不得，就是那种不只是走出角色而已，你还不想要结束这种身份，不想要跟这群人分开。过铁皮的回忆，一个铁白的经验嘛咧。我等下同戏有关的还有几道好讲哦。我哋过来看天一行，看李文宇还有带来嘛个小物，迄以上我同人球球哦，人人哦，圆圆哦，暗色，金子，也係結婚金子哦，係啊，結婚嘅金子。哦，古時候係頭都能拿下來嘅，平常帶輪，平常帶輪。學嘢時節，有時國際唔可以帶，我都會拿下來。哦，咁唔會，我第一次我睇到嗰種第一擺抽結婚戒指咧，唔會唔感覺對唔係按重要嘅東西。因為結婚對於人來講是一個蠻大的決定吧，對於什麼人來講。谁来也没穷用啊，就是一種決定要一起面對，之後的人生旅程這樣。你以前萬歲就有想過一件事情哈？冇，我從來冇面講我要結婚。係吼，咁本唔結天，唔講嘅遇到對的人，佢係嘛嘅感覺？我哋講哦，我是從唔識愛結婚，吼啊讀到嘅一個我都感覺可以。應該係有把握一張人，我想要改變嘅。以前呢，男朋友我想要改變，有時間我有安尼感覺，沒有時間我係想要改變另外一個人。但係我讀到我老公係感覺我呢彼此都不會想要改變對方太多，這樣。哦，就嗰種年紀。嘅心智成熟，又到邊對方沒係安尼嘅情形，就感覺可以結婚。還有結婚以後生活也不會改變太多。可是係安尼哈，因為你結婚多年，多年，6年。哦，6年7年嘞。係啊，同我差唔多，應該多1、2年安尼。哦，還係感覺係安尼，能有保持各自嘅獨立嘅。我覺得最大的差別應該是有聲音咧，高曉跟冇相同安尼。不過太體就還係維持，你感覺？係啊，愛做愛喜歡的事情，咁樣係安尼。我們還可以叫他工作，還可以叫他寫劇本，叫他寫劇本，叫他做戲，也係製作人嘛，我是導演安尼。哦，嗰種感覺如果好呢，嗬，就係。
结婚的还可以反映，因为一开始我谈恋爱的时间，太甲我讲过讲，爱拄到的超过人，结果结婚的发现唔咩啊，应该很多是这种状况。对啊，可能就迄嗰种人看起来如神仙眷侣安尼咧吼，就迄个没有神发生的问题，一定会有，对啊，一定会难免会有嘛。啊、不过我感觉唔能有保持睇空调如风，空下下。对啊，嗰种你们问一个问题，如何什么维持什么婚姻里的平衡啊？我就觉得，那种平衡啊，就是你一直在原地不动就会平衡。但是那很无聊，对不对？所以对我来讲，如何过长的时间，且就细一分一分啊，那个当下可能有时候不是平衡的状态，是失衡的状态，但是下一刻它又回来了。我觉得就是在这种动态平衡里，这就是我心里的平衡吧。它不会永远都会后啊，给听说会改梦一梦的。而且如果是那个时刻，你也会觉得你不平衡。对啊，假使你一次如黑暗呢，好像平静无波，你也会觉得哪里出了问题。错呀，如何你？过奇妙。也个嫌晚，刚才聊一下，我多做来继续打这个，我很怕弄掉嫌晚。可以塞下咖啡。过后宽恕都带黑，太好嘛嘅。我觉得是很喜欢躲起来，因为你不觉得躲进书里，人家比较不会吵你，然后常常从书里面抬头的时候，好像一段时间已经过了很久。谁来做客？欢迎来了，今日来做了的，伊是编剧、导演、演员，咩是作家，伊是齐立文。多多立文同俺们分享，如讲到一些，过去后生的时间误打误撞，去本来爱情编剧嘅条路，结果去做为演员。还有结婚一件事情，也两个路是本来冇想过的。结果去做的，俺能够往前一些哈，因为你文是太好读中文呢，故说对文字就系知识就会敏感呢，就是那是我最擅长的一件事。小时候入底哈，汉生时节都清好看书，清好写的呢。凡是如果好写的，俺迄过好看书唔好写。故说欣赏大拜，我都还记得欣赏大拜下出给作文题目，俺过教我写的。欣赏喊我讲，俺想要派人出去比赛，唔过唔写太少。以前老师都很信奉要写很多，伊如果讲刚俺本人一张题目，能两个人鼓一下，我永远都是会被刷掉，因为我都写很少，太短。老师如果讲我个写个多啊么，俺讲俺已经讲迄个啊，俺想要讲的事情讲迄个，俺讲俺冇办法。下过多呢？我觉得我现在是这样但是我以前就是那种文艺少女，很爱很冗长、很华丽的字。对。但是我现在是言简意赅路线。俺人也听嘅，也系唔写第一本书哈。没有，没第一本，听一本。也系听一本，但是就是同类型的书，就是跟地方很有关系。俺个都也系第一本，因为也第一本系公馆家乡宝，没有那类书。也本系人哋木卡六读的书，这个故乡嘅。唔同我有也继续写一本书咯。就像我讲的啊，我寒舍时间就清好文字嘛，还有个时间，我已经入行了，已经当演员了，可是没有什么戏可以演，然后二审翻啦，然后文字是不用成本的。马给路某时间最多，嗰时候我都看到政府有来像是标案真人，然后我就那时候有一个朋友，他是专门是做出版的，然后我们就一起去投案，所以我那时候就去轮欧多拜，然后带轮自屯币，就一来去六队，嗰时我对六队咩魔术师。因为我们高中的时间都无卡好搞嘛，然后太好毕业过后都冇，就是
对林洛对六堆超不熟的。敢没黑？真的是因为这个工作，所以我才从那个迷路啊，然后就是口头问里面认识。刚刚喊 Google Map 喊没有很盛行，然后对于这种饮食啊什么地方的报道文学或书写也没有很多，真的。古种如黑安尼随便乱起安尼，随便乱起哦，真的是，所以都是你自己发现的，都是我自己发现的哦。然后还有问当地，我去请李总啊、杨总问讲有超过50年的店吗？都会真紧去甲填掉安尼呢，真紧。哇，古说唔迄因。我感觉我去认识你的故乡，最后还写的一个著作，这是很棒的一段对，真的。而且我是从这个时候，张后尾团员共发，因为以前就是一个该闭所谓文艺少女，但是因为你要去问啊，有条个总批，今日唔会谈过语，咩唔会讲过语。讲法语，古时会硬逼起架，可以学客话。哦，因为万世无公安多，无讲客，陆下讲无讲客。像阿公阿婆会要求，但爸爸妈妈就会希望人呢做堂堂正正哦华语人。好，因为我感觉像东海老台以南，差不多我年纪安尼，如爸妈比较放生了。就爸妈会讲客，啊老太会华语，啊，不过俺们鸦片还是阿爸没讲客，俺们讲客。迄有爸妈有求的哈，冇要求。不过你喺老人讲，其实你喺老人讲差不多一般。不过因为领导你客家做，嗰种拄多嘅人度，我买头又买米啊，买个，因为你会讲客。但是其实也冇讲啱好啦，我後來咪係唔係白切架可以好嘅，人會開始練啊，吼，有 AR 匹配的經歷也係唔寫，人我係有一本係愛你聽人寫嘅，嘿，人會帶一本書，因為你以前看過非常多書嘛，對人有重要意義嘅，人會係帶一本。我覺得《愛麗絲夢遊仙境》裡會一直很原型的故事，就是你好像可以在任何的人生處境都可以在裡面找到切片。因為我也是通了後當寫一本書的啦。還有愛麗絲的形象，咩係去個內心的某種原型吧。比如幾種問題，你什麼啊唔好拿，啊幾好去。去個魔術師的地方，我有青豆版本的愛麗絲，我就有在收藏愛麗絲的各種版本。哇，這本很酷哎！這是其中一個我覺得很可愛的，哇，是一個法國的插畫家。哦，我還有能連墩的呢，嘿啊，好酷，可以按你打開了，變做一個像是旋轉木馬的東西。哇哦，對，它是可以圍成一個圓的哦，就是你把它書背貼書背就可以。對，哇！蝴蝶結綁起來就是一個呀。哦，你有一多本啊？你算不清楚。對，我就有在收集各種版本。感覺萬世歸好看。其實我下把我去想，萬世歸好看書都係睇好嘛嘅。我覺得是很喜歡躲起來，因為。你不覺得躲進書裡，人家比較不會吵你嗎？然後，常常從書裡面抬頭的時候，好像一段時間已經過了很久，很像有一種，南柯一夢啊，或者是浦島太郎的感覺。其實愛麗絲也有這種感覺，就是她做了一場很長的夢，然後醒來還是在原地，在同一個下午。古種唔係感覺係變到一個地方嘅感覺。我覺得啦，愛點都沒，那過去沒變可是也是小時候好像是有，小時候是吧？不知道，我特愛在過年的時候看書，特別吵的時候，然後家裡有很多人的時候，我就會變起來看書，可以變起來哦。
卢卡人唔會揾出來，哎，起碼我起你啦，可能會按呢，就會你編起來還是會被找到，就是我出來起你啊。那感覺看那以前的人就覺得你在看書的時候，就是你知道，小孩念書最重要。哦，按呢，哦，友好，古時候就對，就是一個安全的理由。一個對你影響都緊的吼，喺度寫想要寫的東西，想要表態的東西，都因來引發的。哦，等下繼續，唔過我哋一片係看到一個龜體片，一個討厭智力的東西。哦，一個係冇辦法咪吃夾塊。我感覺現在很聰明哈，因為我頭都寫快過哎啊，我頭都冇會花幾多時間。剛剛大概花了3個小時，沒有那麼。可能是要底部標的嘛嘅。哇，這個真的很漂亮嘞。講講，期待有人講。期待，哎，期待，也係兩個來嘅，一個，我只帶了一個，對。哇，為什麼會？因為我以前都剛講啊，每一個人的存在都好像是一個孤島，就是我們每個人都會獨自面對死亡，或者是其實我們就算有血緣關係或者再有關聯，人都是獨立存在的。可是我第一次被打破這個感覺，就是我生小孩的時候，他真的讓我覺得人不是獨立存在的，是本來有跟一個東西連在一起。其實臍帶呢，很常拿來做比喻啊，什麼跟土地的牽連啊，或者是跟某些連接。可是貨真價實，定來神風出現那時間，我覺得那種對我帶來的震撼是蠻強烈的。啊，真見先見我帶兩個，嘿，啊，伊個玫瑰電影上咧吼，嘿，啊，帶細人咧感覺很用咧。嗰種人會講有生人呢都係某幾個時間，但係我係知道，就算跟他們在一起，那也是7個時間啊，就是看你怎麼感覺到那個自己，就是從可能 Q 哈時間有某種自己，但係我1-3年的時間，1-2年的時間沒有某種自己，都是自己，這樣。幾個評分都係7個程度。好，如何你用來去解讀一件事情？假使你如何感覺生人呢，永遠都是佔到我的時間。對啊，那就永遠會痛苦的呀。哦，因為其實他們也在過着我們的時間啊，有時間。對啊。有趣嗎？對啊，媽媽做事哦，夾到誒，夾夾，他們就在配合我們的時間啊。但是如果是我就會覺得現在是4個人，是一個夥伴吧。就是我們彼此配合對方，對，彼此過着對方的生活。我不會覺得媽媽的生活就是要怎麼樣，或者是一定要，就是小孩不能做什麼事。例如說，我要寬熙要追劇，他們也會一起看，因為我也陪他們看卡通啊。嗰種追劇呢，我會 Q 哈。我覺得可以耶。哦。對。然後有時候我就會很確定的跟他說，我現在要寬恕。你剛剛我在陪你玩，所以我現在要看書，不然你就陪我一起看，不然你就去做你自己的事。就會生人呢，其實我了解嘅，對啊，唐嘅事，係，因為以前呢，聽人如果講我生人呢，他唔識嗰種眼咧，咬皮下面，係咪？已經咬用嚟，咬到用嚟，路邊啊，唔會咁講冇出價嘅時間。因為種係老妹路係講啊，特別每人講，把個戲唔看過嘅冇，伊講嗌冇看過，伊講嗌要生人嚟過後都過難看戲嘅咧。不過唔嘅想法係冇強用，唔冇強用嘅再好嘅時間，都有可能係做會到嘅。對啊，就是換個方法試試看。做不到再換。糖多嘅人可以試看啦，我係父母才嚟啦嗬。咁等下呢，你問我帶大家去到對於有充有意義嘅素材。我哋等下個多轉了。結果試完戲，導演講：你這邊要崩潰，5分鐘要崩潰。也有那種很在意你的情緒的，他就在現場大喊說：等一下，那個學柳要哭哦，大家安靜哦。我就覺得也不行。
影片里头俩，迄影片有几道戏伫遐拍，也很多白皮了，迄特别一个少数还留有历史建物的地方。然后影片几道时代剧是有这个时代的场景，所以很多时代剧都伫遐拍。但太大了，看看，也还有青岛神奇的事情底下发生，比方说，台北电影节啊，也驻点在这，然后也有很多戏现在也有在这里，拍摄这样。因为要重新搭所有的场景，太花钱了，所以在现地改建是比较可能的做法，这样。我们人到这里的话，那有一些很有趣的插画，很素人感很重。然后曾经在这里，我们有办过，在戏里面就是办的，就煮大锅菜，在这里拍摄，就是很多喜宴的桌子，然后请客这样，在这里煮过菜这样，对，这一个广场。其实不拍戏的时候，我是不会来的，因为太可能。不在戏里的话，就觉得这里有点观光这样，而且平常工作的时候实在太常来了，所以来这里不会觉得是放松的。然后前面有一出客家天师团戏，很多中眼上底下跑，然后我记得那场戏是国语教学，就是。要教那时候不会讲华语的人学 b p m f 注音符号，然后那个是一个成果验收的舞台，所以我觉得像这出这些年代的戏，都是某种程度补足我对于台湾史的认识。例如说日治啊，国民政府来台啊，很多不同历史的变迁。也不尽然都是愉快的回忆啦，也有在这里被破口大骂的反正就是这些戏剧经验都让我就是都留在我的身体里，所以这一条短短的路，经历了很多不同的角色，然后不管是角色的还是我自己生命本身的，都在这条短短的路里发生了，然后。古今交错，它有点像是有一个细胞膜，你那种古代跟现代互相渗透的感觉。我觉得这里是一个这样的场域。谁来做客？万人来了，俺哋头多许多薄皮了，吼，係對李文有特別意義。冇想到，許多嘅曝光按多戲嘅呢，大概有波哦，因为都是时代剧。哦，喜欢那些场景。其實我係因為要放，我本來錄定看過唔幾多戲，不過我 Google 然後發現按多呢，你做過按多戲嘅呢？真的，我真的演過可能40-50部戲哦。還有，老藝人呢？怎麼這樣？為什麼我要 Google？因為就係唔看有人唔衝啊。對啊，就看有人係過後生啊，冇想唔見做過多戲嘅呢。真的有一他们很密集的在拍戏，对。那有腻过吗？腻是什么？刚过哇，演到很腻了这样，会有这种时期吗？嘿，微 V 没有啊，好把握，系啊，有时节角色太冲的时节，如我有安尼感觉，还有太密集的情绪劳动的时候也会因为就係會開啊，係啊，有時間會用負面驅動一些東西，例如說，給我指的時間啦，那個負面驅動可能就不是角色的，而是
去改。哦，我会但是完去改全避免不是自己的记忆哦，是当下对世界的怨恨，就觉得为什么只有我要哭？为什么你们大家还那么吵闹？或者是为什么大家都没有人理解我？就是不是用以前的记忆，是当下的负面情绪去驱动那个哭泣。这样真的很不健康，我觉得啦。对啊，我是说比较密集情绪劳动的时候，有时候没招要靠自己的时候，就难免会使用到一些黑魔法。係啊，我都感覺大半年呢，我嗰種拋棄的時間，我有比較崩潰的場面的時間，哇，真的是超級孤單呢，真的啊。本來你這種演員係當眾孤獨了，那個時候更加孤獨。對啊，全世界露天呐，真的。香港人這個無人敵，人更加心理經過。對，而且如果人家不知道你正在經歷什麼，他也許還會跟你開玩笑啊，或者是你還需要 social 啊，或者是以為你比較白目哈。對，但是夠怎樣咩？還有導演還會提醒你說，等一下要哭哦，要哭到看得出來哦。原來我讀到講，上工一場吼，應該係唔是叫到安呢？結果試完戲，導演講你這邊要崩潰。然後他打燈怎麼5分鐘就好了？然後也有那種5分鐘要崩潰，也有那種很在意你的情緒的，他就在現場大喊說：“等一下，那個學柳要哭哦，大家安靜哦。”然後就覺得也不行，所以演員真的很多毛，你不覺得嗎？但是讀到這種歸了解演員的偷演，就會真的是覺得自己非常幸運。對，真的，因為以為你係啊，如果唔會講反效果，真的，給反效果已經發生呢，你就很難抹去它，然後我就會用恨它來驅動自己內在的動機，很難啊，因為有時候要哭一整天啊，你要有那麼多柴火可以燒啊，係啊，我們作為哭戲當底，眼淚會流乾嘞，會啊，而且以前很菜的時候，你會在家裡或者前一天晚上就開始醞釀，哇，你都會覺得那個彈性就是會疲乏或是什麼，對，咁唔見啱一上做戲係過喜歡呢哈，就是會有喜歡的 moment，因為其實你看演那麼多戲，我的人生幾乎都是角色組成的，我不會記得我哪一年做了什麼事，我會記得我那個時候在演什麼，我會說例如說我什麼那一年是什麼戲的年，對對對，哇，所以角色沒有在身上留下東西是不可能的，我覺得。不過我看你做戲就係我感覺我覺得我們這種素人起家的哈，比較不是技術起家的，好像就會我感覺看個做戲的時間就會比較真嘛，因為我們不是技術先行，好，嗰種我會去教會用落去啊，我係冇嗰種帶着角色太久的狀況，唔會有冇？好像會，我覺得你比較會按的哈。對，可能是我是一個真的很感性的人，就是我的生活跟就是角色戲，好像沒有辦法不連在一起。對。咁唔會法國太心力去處理這個嗎？曾經，其實現在也是，我也沒有說我處理得很好。對。我印象中你上身份啊？現在越來越不會，還有上個時間喎。對，可是我覺得那些影響也不一定是不好，像例如說演完白色恐怖題材的戲啊，就是從今以後這個題材就跟你有關了，像是這種影響，我就覺得是蠻好的。例如說演過比較邊緣的角色，你就會覺得從今以後可能比較弱勢的事物是跟你有關，或者是性剝削的角色，從今以後你就覺得這個議題跟你是有關，這樣。剛你剛講親關係咩議題目係嘛嘅？什麼會特別吸引你想要去下出咯？我覺得好像都是在解決當下那個階段來遇到的問題，來去甲相關面前處的時間，如果有給出戲，
如果不是那种任务型写作的话，但是目前我自己写本自己导演的作品还是比较少一点，都是有案子找我，然后任务型的去执行。那我自己的片子就是《光的孩子》啊，《黑猫大旅社》，那都是我对于那时候人生的一些提问，或者是想要找到答案的一个成果。哎呀，你这个给编头的作品冇按到，不过成绩如果好啊，阿光的孩子收获到安泰的成绩，这个有好多吗？有啊，因为某兄都在拍的时候或者在写的时候，完全没有料到会是这样。但是我觉得也是因为过一懂你读到汹涌的处境，然后那部片刚好折射到的面向比较不单一，就是比方说它牵涉到照护者、被照护者跟在外面的人，就是他的触及的人很多元，所以他才会有这么有共感。对。没可能係因為冇求講，我一定要固定產出，都係這個特別有感觸嘅，有個動機一下，就韓國可以感通人安尼。我覺得有可能。你曾經會想說，我也想要量產型啊，安尼嗎？我下個朵啊，導多一點啊，安尼。我有想啊，但是就是就唔咩安尼嘅。對，然後就會沒有這樣做。不過你亞桂花就會少出手，然後一出手大家就好抖啊嘞。啊你咩喜好？應該有其他事情就瓜分了這個可能性。對啊。不過也會係啊，就冇一定會安尼然後也就唔好安尼，就係也係你這個感覺走來很舒服的方式。目前，只是窮了一點。對，好像很難不窮啊。因為要做到貴爽也唔咩唔上我耶，也講我也沒有不知道，我也沒有不想。沒唔理。對啊，對啊，先賺了大錢再知道想不想要也不錯的。真的，就沒有做過就不知道啊。所以商業片要找我，我也很歡迎。可以自看啊，我也可以做某片用給商業片。對啊，因為其實那個不是有一個游牧人生哦，他導演不是也是。後來永恆族，對啊，對啊，是不是？但永恆族好像沒有很賣。你不可以吃寬啊？對啊，會有不一樣的。新導演的這世界上就是要有各式各樣的東西啊。吃寬啊？好，唔假使遇上嗰道戲，嗰種唔是較情愛嘅，較情寬啊先。對啊，冇聽錯過做出冇片我嘅感覺，冇錯。咁下一趟呢，我哋攞來食李文帶來。對伊有特別意義嘅料理，好食東西嘅，等下看下先，真件妒忌嘅，端整個檔主嘅吼，等下叫我來食。好，我不是在一個真實的世界裡，或者是雖然日常生活中很多事情在進行，也要處理小孩的事情，會做些，但是我其實大部分的我是在面對負傷這件事。誰來做客？歡迎來了，今日來炒料的係齊麗文。也個部分呢，我哋攞來食好食的，攞來食看下，吼，看下先。麗文帶來對有特別意義嘅料理係乜嘅？嚇，請我哋來處理，冇本我哋。點有人？我哋中國家是黑矮團呢，也一款陸地哈，也沒不是零落的版本。會揀的小助理做的啦，記憶當中就是一種紡錘狀的，你給時間牙婆路安的點，還有時間慢的，有媽媽沒安的，古時候都點，都會點有點的，那時候都是下課的時候，阿婆都會講來哦，來吃咯，他就會現場點，然後不用花時間讀記嘅，係，因為冇咁樣，唔過唔是看哪個人處理做的，哎呦，加蔥，連攏沒冇加，六堆冇加，反正說的豪華版的，其實生活真係好，嗰種另外一種東西，鹹魚肉餅，係蔥肉餅，其實搞不好差不多。
其实差不多东西，只是以前会煮汤，干米圆会煮汤，然后用黄瓜，我们家会加黄瓜，大黄瓜，有哦，其實老實講唔係好食嚇，係唔好。唔好，阿婆煮嘅東西也都唔好。真的好。乜嘅滷配絲桶啊，就以前他們都會去啊滷配絲，然後就塞在那種大罐子，玻璃，紅嘅，最多玻璃紅嘅，係，還有乜嘅板的啊，嗰啲看到嘅東西眼睛都唔好啦。那時候都崇洋媚外啊。真的呢，真的。都早晨做烘餅嗰度嗰種辦呢。我怕用乜嘅眼睛都唔好食。係，如果有泡馍，或是麵包，有小泡馍啊呢。唔會是辦呢。都有年紀嘅人提講哦，呀東西會好食。係啊。就是萬歲係蠻現代土台嘅。係媽媽，我係知嘅係阿婆土台。我係中下6個3代同堂的那種。蘿蔔啊，奶奶係火火。嗰種唔同媽媽嘅感情關係。而且好到我覺得有點，因為我同我媽媽沒按親密，但是你很常提起她哎。對，可是我們是，你講我很愛歸服亞給你啊，我很服這個人，是那種，你對一個做人處事一個原則，我非常佩服。我是有點這種，我哋唔係衝嘅，唔同你媽媽嗰種係嗰前嘅好朋友，嗰種感覺。我從小就是那種高需求寶寶，Tiny baby，非常黏他，而且只黏他哦。嘿呦，你的黏是怎麼個黏法？所以他只要離開我身邊，然後我就會大哭，親好給我。嘿呦，所以現在的人都說，哎，你哭戲演得還不錯，就是很小時候他還哭了，說是愛演的，我也講。是誰就安呢？反正我很黏我媽，然後現在其實也是，就其實我每天都還是會想說，如果她那個借我咁樣用，應該都會無法承受。對，哇，嗰種對媽媽係安呢，是從我想到家是一模錯嘅安尼哦。對啊，我現在就在我覺得我一直在練習這件事，面對死亡。應該又不是安尼想，會覺得。應該有做比較好的心理準備，但是我原本以為有，但是我爸爸最近過身呢，我就發現，哇，再怎麼準備都沒用。因為我爸爸係偏一段時間，唔算短的時間。我原本以為他離開了之後，我已經做好準備了，但是那個準備是永遠沒辦法做好，而且。就是至親的離開，跟其他死亡，我覺得對我來說是不太一樣，就是帶來的感受是很不一樣。嗰個應該係睇嘅過程，當中，對，就是因為我每一個親好聊天的人，每某親的朋友，然後每次都這段經驗，很難講出來，很難描述，好像說了怎麼樣都不是腦袋裡想。所以我喺防範都會看清楚書，就是找到，就是大家對死亡到底是怎麼詮釋的，還有他剛剛也用來度過一段時間，就是人到底去了哪裡？有嘅事情就只有七個字，嗰個一個時間看書就會，好像那個知音有時候就會對。就是有各式各樣的說法，就是看，然後知道別人是怎麼經歷、怎麼度過、怎麼詮釋的。其實我壓他臀共發，每次都我不是在一個真實的世界裡，或者是雖然日常生活中很多事情在進行，也要處理小孩的事情，我會做些，但是我其實大部分的我是在。面對負傷這件事，真正的我的意識都壓很黑，對，所以這是一個蠻奇妙的感覺。
嗯，吞演演睇读多冲空有18枪呢。对，就是我现在在那个角色里哦，的感觉。不过俺黑日常生活，我还是要可以跟其他人对应。其实内核里面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我要去面对的事情是负伤这件事。跟角色当下要面对的他的那个处境跟戏，是那件事。刚刚是几种人家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表演啊，还有创作啊，也条事情。唔可以设定一个你想要做到样的哈。我觉得每个人应该都会有吧，在你的专业领域里，你就希望达到最好的成就。就像我曾经就是我一直梦想要去砍城。但还有曾经，但是我现在不一定会觉得那是一个最终极的目标，因为你越长越大，越发现你的梦想实现了，或是愿望实现了，其实也就是实现了，但是你要继续过下去。对，所以我现在就希望我自己是一个不要再这么完美主义。因为就像裸牙节目，我真的压力超大的，但是我真的可能外表看不出来，可是我就会觉得，因为我所有事情好像都是想要做到梦影后宫嘛嘅发安的程度，你怪辛苦哦。嘿呀，对啊，然后那个完美主义就会让我就是产生很多无名的恐惧。所以我希望今后的自己可以不要这么追求完美。好像我们要互相学习一下。我好像就是太不追求完美，而且追求完美，我很容易放过自己，整个人超。但是在准备的时候也是吗？我一直都过于轻松。比如说我臀，我胸部后期厉害。我真的很给你，比如说龟港腔愿意在镜头前很爱打嘴鼓，里面可能会时代还会约喝咖啡这样。比如说龟港腔，所以我觉得很酷哎，我们很多雷同，但是又很多反。而且我觉得看起来以前爱挖到嘿，伊龟应该严肃的。但是其实认识你之后，就觉得好像不是。可能以前迄种主播形象会本人安的感觉。我们现在越来越像聊天模式，因为俺人的时间其实已经多哎，然后就会有两个人都越来越放松，好像没有在拍了。不过还非常感谢伊有，俺人该咱们再来。私下约，好，没问题。还会 Q 他工作，很期待。好，多谢你问，谢谢，谢谢。为什么来宾显示黑的呢？刚刚继续老师，其实算好生的哈。对啊，蛮好吃的，只是好像需要配饭。